由前學民思潮及學聯成員牽頭所建立嘅新政黨香港眾志4月10號晚上7點左右正式宣布喺香港成立，並且舉辦總綱領理念嘅發佈會同記者會。新政黨香港眾志由前學聯秘書長羅冠聰擔任主席，已經解散嘅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以及佢哋嘅成員周庭擔任秘書長同副秘書長。香港眾志聲稱佢哋將會派員出選今年9月嘅香港立法會選舉。香港眾志喺記者會上話，佢哋將會積極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包括喺今個月到美加等大學發表演說，解釋香港嘅政治狀況。我哋未來都係會積極推動呢一個嘅國際遊說啦，或者係啲國際性公民社會嘅跨國交流。咁希望呢能夠去爭取到世界各國，無論係民間以至係半官方，甚至係政府呢，係可以去認同香港本來係作為一個英國嘅殖民地，但係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令到我哋唔喺殖民地嘅名單裏邊去失去自決權。希望我哋係可以透過一個全民公投，係決定香港嘅二次前途。香港眾志亦喺記者會上回應咗有關對港獨嘅取態，表示香港目前並不具備港獨嘅條件，但係不排除港獨會係未來嘅其中一個選擇。關於港獨問題，其實我哋都唔認為香港暫時係會有一個可行性係會推行到港獨啦。但係我希望就係未來喺2047年嘅時候，假如我哋嘅運動係推行得成功嘅話，我哋會有一個機會去選擇我哋嘅前路。咁嗰個機會，嗰個前路係即係例如話係港獨或者係中共全面接管或者係基本法繼續去延伸。咁呢個都係我諗大家可行嘅選項當中。香港眾志計劃喺5月初公佈該黨就自決公投嘅短、中同長期目標。該黨目前仲未有公開招募黨員，因此目前只有20至到30名黨員。美國之音記者譚嘉琪香港報道。